大家平安欢迎来参加第191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今仔日真特别咱有邀请到这个时代力量的秘书长林奕宪先生来主讲。主题是这个时代力量对台湾政局的看法。主张，秘书长你好，你敢要甲大家招呼一下？各位前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奕宪，我是时代力量的秘书长。好，欢迎哈！咱这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是每礼拜六这个台湾时间下午10点伫线顶Google Meet 开会即摆已经举行4档已经差不多100，今仔日是第191回咱的参加的对象差不多是加拿大、日本团美东美西拢有啦咱演讲的咱的主题语言文化文学历史还是讲财务科技这边改成是我印象是第一遍咧论台湾的政局的时局啦咱较少讲到时事啦所以今仔日真欢喜这个秘书长伫咱的中间咱这个主席时代力量的主席王婉如女士嘛伫咱的中间，所以我即摆就请王婉如女士来介绍林奕宪啦因为即摆伫台湾也搁伫外口所以伊可能爱提早离开所以咱就先请这个婉如秘书长来介绍奕宪。好，各位前辈，大家早，大家好，我是时代力量的董主席王婉如这回伫美国有拄着一寡前辈真欢喜会使甲大家相待陆续在Simon就甲阮邀请讲会使起来甲大家讲台湾的政治但是我人搁伫外口走行程搁有我的台语无讲遮认真所以我麻烦阮的秘书长李玉轩来甲大家讲一寡阮的看法安尼希望大家今仔若有任何问题拢会使欢迎大家尽量来发言尽量来甲大家回应安尼我较歹势，我可能等下就要先落去去移动安尼，所以今仔是有机会来认真来甲大家做一个 hello嘛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时代力量。好，多谢，安尼无这个秘书长敢要请你来开始好 ，OK， 安尼。我即摆就来开始，今仔日的讲的部分，我甲分做2部分啦。第一部分就是讲这罢免运动是安怎会行到今仔日，过来第二部分我会讲罢免了后，咱可能在台湾社会会拄到的一寡问题，还是一寡变局，会安怎去影响咱未来政局的发展，大概分做这2大部分。因为咱即马伫线顶的人，大部分拢是伫海外，所以讲伫第一部分，我会分享一寡，阮这看这罢免运动差不多1冬的时间，然后阮看到一寡的现象来甲大家来讲安尼吼。其实大家咧看到这罢免运动，拢是对今年的旧历的新年进程，就是2025年的1月，迄个时阵就是台湾咧审立法院咧审这中央政府的总预算这个时阵，因为讲这国民党甲民众党伫这总预算的审查用了非常离谱的一寡的做法，这做法是较早，即摆咱国会是总共是11届，即摆国会是第11届当然这是迄个30年前才全面改选的国会来，所以讲会当讲这是民主化以来30几年以来，国会咧审这个总预算上届罕古的一届所以讲大家一般咧讲这罢免运动，拢是对今年的1月开始讲起。不过可能会甲大家讲一寡这1月进程，其实都有罢免运动这罢免运动上早是对去年的5月就开始，5月5月迄个时阵什么代志呢？5月迄个时阵是国民党甲民众党这拿个甲白咧修这个国会的5法，就是要加
国会的管理这个法案，迄个时阵才引起着这个青教的运动，伫立法院，今仔日伫立法院嘛是共款，阁有一场即款的活动。其实真趣味啦，迄个时阵是去年的5月，迄个时阵伫立法院的附近，就已经有几个罢免团体会打安息礼拜啊。但是迄个时阵讲起来，现场的群众看到讲，恁即摆哪会5月要来罢免立委？大概是感觉讲真新鲜啦，嘛感觉讲怪怪。所以讲，因为迄个时阵大家阁无迄个意识讲，这代志对去年的5月了后，一路会行到这个程度。所以讲，这初期对去年的5月，一直到今年的1月这中间，有真侪罢免团体开始咧运作，但是伊运作的状况会当讲是真无好，因为伊拢会伫迄个 line 去开一个群组，伊一个开，但是伊规半冬的时间内底，其实人拢无讲真侪，而且迄个时阵因为这立委就任也未满1冬。所以，因迄个时阵无法度去签这个叫做提议书，还是联署书，拢也无法度通签。所以，迄个时阵因是收一款物叫做意向书啦，就是讲你若有这个兴趣，有这个期待，未来等到因就任满1冬了后，要来罢免，恁会当先甲阮留资料，阮时到会来甲你通知。但是，就阮的了解，这段时间其实。每一个罢免团体，伊的状况拢无讲介好，就是去年的5月到今年差不多去年的12月，今年的1月，状况拢真歹。所以这个火本来是要发起啊，已经本来要发起啊。上尾是讲到去年的，大家有印象？去年的12月年底，伊有一个叫做3个法案的修正，一个就是咱讲的。宪法、诉讼法、宪法的迄个诉讼法，关于这个大法官，一个是咱叫做这个财化法、财政的收支的这个法案，阁有一个就是咱的这个选举甲罢免的法案，这3法。这3法是伫去年的12月底修正通过。迄个时阵本来台湾社会是想讲，这3个法案过了后，这国民党甲民众党安尼个。为非三做落去，应该是会大家一起来甲反对。但是伫去年的12月，大家对罢免是足悲观的，嘛无人讲想要罢免。这个代志真正开始起变化，是到咱拄开始遐讲的时阵，是到今年的时阵，到今年的1月，这个总预算审查的时阵，这火才全部拢倒起来。这倒起来的过程嘛是真新鲜，会当甲各位前辈做一个分享。因为迄个时阵已经得要过迄个旧历的新年嘛，迄个时阵差不多1月22日，迄阵立法院甲总预算甲审查通过了后，阁过无几工就要放假。但是迄个时阵各地的罢免的人拢咧烦恼一件代志，因为因去年12月已经修法通过。你以后若要罢免，你要提议要联署，你要附身份证的正面甲反面的影本。这若照安尼落去，其实你要去联署甲提议拢非常的困难。所以讲，这各地的罢免团体因就咧赶讲我按这个新法未真正经由总统来公布来生效进前，我要用旧的法案。用旧法来罢免，所以大概是拼伫迄个旧历新年迄几工的假日来联署，嘛是真紧，无偌久，伊这差不多3、4工的时间吧。对迄个时阵，阮的理解是真侪团体拢伫旧历新年的前后开始伫街仔路咧排打，迄一排打落去足趣味的，一排打落去人是塌甜。所以讲，真侪所在差不多拢排1工2工，就收集超过2000份，甚至讲3000份的这提议书，就是咱讲的罢免第一阶段所需要这个数量。
这就过啊。啊，这过了后，大家嘛感觉讲啊，这2阶段的人数爱，这个选举的人口10%，大家嘛感觉讲啊，这无啥可能啦，这真困难啦。但是咧一路行过来，所以讲，这有一个真深刻的是讲，这罢免运动伫拄开始来讲，包括讲咱即马你讲哪一个8，会讲啊，这拢民进党去舞的，这实在是无影啦。因为伫第1阶段甲第2阶段，民进党对这看法拢是感觉讲，这敢有可能？安尼敢有可能讲遮济区拢会当来联署来通过？所以讲这是一个变做讲是一个无可能的运动，但是是经由一寡人民、一寡公民跳出来，啊，因无感觉讲去考虑讲是有可能还是无可能，因就甲做咧。啊，这就是来真趣味，甲第2个部分甲大家介绍讲。这罢免团体吼，你若看一寡新闻报道，你会看到讲，这主要的拢是咱的女性，啊，拢是有咧做头路的，拢差不多是30几岁、40几岁遮的女性来做这个罢免团体的这个主要的分子。啊，其实阮来看遮的人吼，有一个特征啦，2部分，一个部分是因遮的。上开始吼，伫咱台湾各地的罢免团体，真侪人拢是捌参与迄个罢免家人市长谢国良，或者的志工，真侪罢免团体拄开始的发起的人，啊，拄开始咧斗相共的人，拢是罢免这个谢国良的人。啊，因遐人安那讲，就是罢免谢国良失败嘛。但是因感觉讲，这有一寡经验会当来斗相共，所以讲第1阶段这罢免团体有真侪是谢国良遮的志工。啊，第2部分就咱看到的真侪咧30、40岁的这女性的朋友，啊，这真趣味。这个人其实会当讲是太阳花世代，咱讲的10年前，咱讲台湾迄个日头花这太阳花的运动嘛，啊，迄个时阵。主要的参与者当然是一寡较有咧插政治、插社会的遮个代志的学生，但是伊伫台湾社会其实对真侪诶台湾人有产生一寡影响啦。啊，遮个人吼，经过10年，这10年中间，伊可能无讲非常关心政治，但是伊是即届这罢免的运动，甲因集结起来。啊，遮个人就是讲。讲起来，因毋是过去有参与政治活动的经验的人，嘿，因为这全台湾你即马看到的是31区的立委要来罢免嘛，啊，其实阁有你若讲阁算起来，阁有几区是第1阶段、第2阶段尾啊人数，啊，迄量无够无送出来，总共你若阁加起来，应该是到34区、35区，等于是全部国民党的选区。啊，这内底的人吼，真侪人，因为嘛有人去做一寡调查，真侪人因来参与这罢免的志工，拢是因第1摆来参加所谓的政治运动，还是社会运动。啊，所以讲这其实，这个人讲起来是较正，是较幼，嘿，就是讲这是因第1届来加咯，来去摆搭。来举牌啊，还是来举这个麦克风来讲话，这对因来讲拢是第1摆。啊，所以讲嘛是拄啊好，遮个人是第1摆，所以因一开始咧做这个代志的时阵，伊其实无去想讲啊，即个会成功，伊无伫政治上去做真侪利害关系的迄个分析。伊就感觉讲我看袂落啊，我要冲，我要拼，啊，就一直安尼。所以讲这其实是拄啊是遮个人。无经验，啊，伊嘛袂讲去想讲是毋是有可能，啊，见到是安尼，才冲出来，才互这个罢免运动会当行到今仔日这个地步。啊，所以讲你嘛即摆看起来，这全台湾30几区的团体，其实真侪民进党也是讲其他的小党的人有入去斗相共，但是大部分罢免团体因家己的运作，拢是有因的。独立性，因算是家己用。啊，你讲政党吼，还是讲啥要甲指挥，还是要咱甲用，其实拢
无遐尔啊简单啦，这是阮咧看到，因为真有家己的想法。啊，你讲这当然是本土派支持者，但是伊毋是讲过去就真始终民进党还是安怎的即款的人嘿，其实是算是第一摆跳出来。啊，这过来吼，就是讲除了这个人以外，过来要甲各位前辈报告，就是讲啊，咱规个台湾社会的选民到即马得要投票啊。啊，大概大家安怎来看即个的罢免运动？啊，其实阮有看一寡民调，也是嘛是阮家己去参与一寡团体来去做一寡分析甲调查。其实伊主要来讲是两边拢真少，啊，但是中啊真冷。啊，咱讲的两边当然就是本土的这边，甲哪的这边，上热情的支持者非常的少。啊，但是中间选民，也是讲较浅绿的啦，也是浅蓝的，其实对这罢免运动到即马为止，伊这投票的意志、投票的兴趣，佫毋是讲真悬。你若讲佫来甲分落去，咱头讲的是两边是小，中啊冷。啊，佫来咱若讲这本土派这边嘛，分做两个状况啦。就是讲，第一是过去若是较有咧参与政治活动，也是社会活动的人，因是即马来协助这罢免团体上主要的人。啊，这台面上可能大家看袂到，啊，但是台面下每一个团体内底，除了讲头拄仔讲到的以女性为主的参与者以外，拢有一寡过去捌做社会运动、捌做公民运动、捌做政治运动的人，伫内底咧斗相共。所以讲，每一个团体伊其实表现出来的即伊表现出来的状况，表现出来的即活动的力量，其实拢个袂歹，是因为讲有一群人咧斗相共。啊，但是有一群人对这罢免的运动的想法，就无讲遐尼啊积极投入啦。就是讲，真侪咧做社会运动，还是政治运动，但是伊伫过去民进党8年的执政中间，甲民进党有一寡意见无共，还是讲无欢喜的人。啊，这个人理念上因是支持罢免运动，但是伫行动上因就无讲非常的投入，嘿，这是咱即马阮看到的状况。啊，搁来讲到规个社会，即马规个社会的民意吼，咱大家有看到讲伫台湾遮有一寡媒体，拢有咧做一寡民意的调查。啊，搁来就是讲不同的政党嘛，拢有做一寡无公布的内部的民调啦。啊，当然咱即马袂当来讲这民调的数字，这个方法。不过会当讲一个大概迄个形，就是讲对罢免运动来讲，大家对国民党甲民众党过去的一党半的作为是无认同的，这是一个。啊，但是台湾的民意嘛，对讲假使讲以后罢免了，啊补选了，假使讲是民进党过来摕到国会完全的执政，国会稳定的过半，对这件代志，民意嘛是有保留的。啊，所以讲这民意其实真趣味，就是意思是讲，我一方面无介意你即马在哪一个8在野党安尼为非三做，啊，但是你对讲要个互民进党全部摕转去。嘛是有所保留啊，所以讲这民意其实伊是徛伫一个中间的线，嘿，来看这几个运动。所以讲这即马大家咧讲，啊，这过来726的投票24区，啊，过来8月23，甲这个河山的这个公投做伙，阁有7区，啊，这24加7，总共31区，会安怎？其实大家即马的看法。拢会较保守淡薄，就是讲比起1个月前、2个月前，大家咧看，即马咧看，讲会当罢免几席，啊，这个看法即马拢是有较保守啦。啊，这是安怎会安尼呢？
这咱就来进入咱第二部分，就是讲这对罢免行到罢免运动了后，台湾社会会发生什么变化？啊，第一个就是讲这罢免的结果，这个可能伊这时次恐怕会无遐像讲1个月前还是2个月前大家所想的遐尔啊好。啊，这其实有几个原因啦，就是讲伫台湾最近差不多1个月以来有发生几件代志。第一件当然是这赖总统有出来这个做团结10天嘛，吼。啊，即摆讲到第4天，啊第5天先停起来，无个讲。啊，当然这讲的过程中间看起来总统跳落来，伊的效果毋是讲像本来所想的遐尔啊好。啊，见到有引起反对方的一寡力量的迄个。啊，第二件代志是即个风台啦。我毋知海外的朋友毋知有注意，即届这咱进前迄个经济的风台叫做这个丹瑞斯嘛，这个伊这伫咱台南甲嘉义的海区的所在是造成应该是数十年来上大的一届风台。应该像遮尔大的风台已经是40年前，迄个是1986年叫做韦恩台风。啊，伫这韦恩台风了，即届这台风伫嘉义甲台南的沿海地区造成非常大的损害。啊，这当然讲，你若讲社会有发生这灾情，啊，这灾情的状况咧处理起来嘛是较吃力的情况的情形之下，规个社会咧关心的代志，就较无一直往这罢免去行。啊，过来有一件代志，我毋知大家各位前辈有注意到，即个就是台湾的这师范大学有发生一件这甲因的这个骹球队的学生违法来抽血去做研究的这代志。啊，这件代志吼是过去顶礼拜来讲，伫台湾是上大的新闻。啊，今仔日台湾时间的下晡，这台湾师范大学遮的教授啊，甲校长，才拄啊出来甲社会讲会失礼啊，安怎。啊，这个代志嘛是伫过去顶礼拜来讲，伫台湾社会引起非常大的讨论甲关心。啊，所以讲，因为遮个代志，这其实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讲，本来这社会吼，大家拢上关心的就是这罢免的运动。啊，但是过去这对风台，啊，搁这个台湾师范大学，啊，搁这个赖总统的这团结10天，这个状况合起来，变做讲，即摆社会上有一款的感觉，就是讲啊，大家感觉罢免运动已经讲足久啊，淡薄我感觉讲较消风，啊嘛讲一直讲，嘛感觉会较烦。这是一种阮咧观察讲，在社会有看到即款的物件。啊，过来就是讲，伫即款的情形之下，当然咱讲这罢免了后，会阁有一个补选嘛。你讲虽然讲这罢免的这个时次可能无像进前讲哦，讲15席、20席遐济，啊，但是你讲有5席甲10席中间，这应该是还 OK 啦。对，即摆大家咧综合观察来讲，啊，当然阮咧看的是讲。即届这罢免的运动内底，罢免是一回事，啊，补选是另外一件的代志。啊，这中间要怎讲？大家其实会去期待讲，啊，这罢免团体敢有法度去塞一寡人出来选？啊，是安怎讲会安尼想？因为遮个选区吼，即届会当选的是这国民党的立委，就是因为伊伫2024年的选举，因为这拿甲八合起来，所以伊这真侪选区过去为的是亲拿，为的亲拿，啊为的是5分的选区，但是尾啊拢是选到国民党的立委，啊所以讲真侪即摆在罢免运动中间。是毋是有民进党的一寡顶届选无到的人，还是讲一寡议员有要出来选，这嘛无一定。
等于讲其实赖清德总统伊见到是较早的时阵，伊有去讲一个观念，就是讲，即若你若每一区真正罢免了后，要来补选，你应该是即人选爱经过罢免团体一款的推荐甲同意。当然即款的讲法，即个意思就是讲，其实民进党嘛清楚讲，伊即个物件，若是拢要民进党总共要个去选去提起，这可能对位的民意来讲，嘛毋是民意所期待的方向。所以讲有即款的气氛出来。当然你讲这罢免团体内底是毋是有人？即摆当然看起来，佫无讲真明显。但是你讲这个第一摆参与社会运动、参与政治运动的人，这个人若会当有一寡出来，这其实是一件袂歹的代志啦。嘿，应该是讲但是这个物件可能伫即摆袂讲真明显，可能伫罢免运动了后，有一寡人会浮起来。嘿，这是应该会发生的一寡代志。所以讲这讲到上尾啊，就是讲，其实这规个罢免运动，阮拢一直会讲一个讲法，这叫做人民发起的解散国会，人民发起的解散国会，就是讲，这过去一冬半以来，国会立法院甲行政权甲行政院中间的冲突，已经严重到无法度因家己来解决。伫即摆这台湾咧用的这个宪法，嘛无法度提供一个有法度的解决的方案。所以讲人民家己跳出来嘛，人民要来甲这国会的状况做一个调整甲修正。但是这调整甲修正，伊就真趣味，就头拄仔有讲到，哪一个爬这无正常，咱来甲扭落来。但是这扭落来了后，要贴什么人去哩？要补什么人去哩？我感觉台湾的民意到即马嘛是搁咧思考。当然，一寡选区你讲民进党的人选袂歹，大家都OK， 会当来甲支持。但是是毋是讲要互民进党个像过去的8党摕到超过一半，甚至讲到60几席遮尔强势的国会的多数？这台湾人民即摆的民意咧思考，我看是小可有咧保留啦。所以讲这罢免政这个到即摆后礼拜要投票，过来8月23要投票。这当然大家会搁本土派的朋友会搁来做上后的努力甲拍拼来甲冲过。但是冲过了后，其实一个问题就是咱的新的国会要哪组成？这新的国会过去有一寡法案，这在野党做了无好的部分，你爱安怎甲调整？有一寡法案特别是讲对咱这个中国的威胁，要来做防御的一寡法案，因为你过去是民进党8年无做，去年开始到今年，因为这哪一个8占多数嘛无法度做，但是这补选了后新的国会，应该是爱会当对得到这个物件。一部分当然是咱讲的内政的部分，但是另外一部分是跟咱的国安、国防来防止这个中国的渗透。这款的法案应该是嘛是新的国会爱会当来做。我刚刚讲，其实台湾人民的这主民意的看法是认同这款的方向，安尼。所以我就先简单差不多30分钟，先甲大家报告到这。看各位前辈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啥物意见，拢真需要大家来甲我指教。嘿，多谢大家。真感谢这个林秘书长这个说明啦哈。我想在座咱有几位拢真关心台湾政治的发展，还是讲台湾这个独立建国的进程啦哈。我先来我有看到这个咱台教会台湾教士协会的副会长林苗珠教授伫遮这个林教授，你敢有听见？我有听到哈。咱刷落来咱嘛看到这个林艺夫伊伫美国一个迄个精神医生啦精神科医生，伊写一本足出名的册，就是讲
即个台湾人的迄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啦，所以较顶啊，林教授你嘛，迄个林医师你嘛先准备一下哈。我知影即个陈教授伊拄啊去参加迄个护警啦，迄个啥物护台绕境啦，你拄啊参加拄啊结束吼，我想你的观点。后台反共的嘿，后台反共的绕境嘿。安尼，不然就请即个陈教授甲咱补充一下，好吧？好，大家好，大家向大家请安问好吼，我是陈元苗，台湾教授协会的即个副会长。即2天拢有参加即个绕境的即个代志吼。我要向大家报告，就是讲，即届的即个全台绕境，其实为7月初4就开始啊。伊出发是为即个花莲遐开始起过，向南台东再个向即个屏东即个高雄才起来安尼。虽然有受到风台影响，但是各所在拢有。个别的即个小规模的即个即个活动吼，所以事实上即届即个公民运动是足顺遂的吼，足单纯的，都是一个上基本的即个大目标，就是要顾台湾，吼，绝对毋是哪力。即个斗争，毋是讲民进党甲即个即个白红党的对抗，吼，毋是，因为咱支持即届的公民运动的成员，咱所在有足济少年妈妈，70%到80%是女性，主动跳出来，这就是讲。是安怎因会跳出来？因就是已经闻到迄个足严重的危机的迄个死亡的气息，互因闻到啊！这妈妈是少年女性，伊拄有幼囝，可能有一个囝、2个囝，无就伊是拄咱的秘书长讲的，伊是太阳花的世代，原来有体验到即个直接民主的参与，吼。所在少年女性差不多到80%哦，拢是主动自发，各就各位，家己主动归位去参与这个代志，甚至有的啦，搁咧破病，伊嘛吼，一边安尼咧收养，一边搁参加做志工。我永暗伫咧舞台上有看到2个是有病的人吼，迄是淡水也要罢免这个红委员吼。当然，因为这个蓝白其实已经拢毋是蓝色，也是白色。因旧年就任以来，就是互咱已经清清楚楚感觉到，因是红色的代言人，吼。尤其是花莲迄个土霸王郭芬琪，伊带规阵人17岁走去，4月带去，转来伊所作所为。都是咱看到因201共产党伫香港遐咧对付香港的一模一样的动作，所有的即个法案因要通过，甚至因要审查预算，伊连迄数字伊都毋知影，讲袂清楚，算袂清楚，就安尼甲舞笑笑咧，就过啊，就是安尼，所以伊所有的操作。完完全全甲即个2019香港的即个立法局共款一模一样。咱台湾人有即个台湾心，甲即个土地，甲做伙的即台湾魂，拢已经感应到迄个危机足恐怖的，迄水已经淹到咱的鼻孔啊！这个人要来甲咱的厝卷去啊！咱无可能搁再维持咱一向。虽然讲吵吵闹闹的即个民主政治，但是呢，已经嘛是讲安尼即个民主化，
20-30档，大家拢已经惯死安尼。哦，这个会当安尼，算讲自由发言啦，这个有言论的自由啦，安尼这个代志伊这个咱所生活的这个生活世界，已经强要互人破去。所以这是第一项，就是讲一个女性的迄个灵感，伊的神经规拢变安起来啊。所以不管一切，规大家拢冲出来。我就甲形容讲，这就是130万人的这个可爱女神龙啊！规个拢拼出来是安怎？因为水淹到鼻孔啦！咱惊讲，伊若搁安尼继续操作落，才会甲布地的鸟鼠啊，伊已经无资格代表咱，因为伊已经听这个习近平的话啊！伊拢转来咧操作，伊是毋是咱的人？伊已经变做咱的内敌，咱若无用这个咱上文明的方法，这个罢免来甲取消因的资格，伊无资格代表咱的人民，嘛无资格代表咱的土地。咱若无用这个方法甲伊动起来，咱做烦恼，就是讲有一天香港2019，伊到尾几百万、100万、200万的人拢拼出来，因的街头都无法度阻挡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统治完全就是足残暴的。咱这个少年妈妈拢知影，所以这个第一个特色就是这个女性为主，拢个少年的这就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就是讲，伊要互咱知影，互遐已经背叛咱土地、背叛咱人民的这人知影，这台湾是咱台湾人的台湾。互这个国民党，伊叫做中国国民党，这民众党，伊嘛已经毋是来效忠咱的土地。咱要互伊知影，就是讲台湾是咱台湾人的台湾。事实上，这个现象，伫这几个月来，这人拼甲安尼，这代志拢无人去甲安排呢，完全拢是自然安尼形成的。30几的这罢免战，自然有一个就是做发言人，因的钱为倒来，国民党黑白甲咱冤屈，无偌讲你志刚一个是毋是2000？事实上完全毋是安尼啦。咱台湾人的个性平常时哪像无啥组织，但是这个代志厝已经要火烧起来啊！大家就是咧救命，救台湾，救家己所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伊自然形成一个伫网络上形成一个，我甲称呼做大罢免的超级 CEO。这个人叫做徐美华。这个徐美华照我所了解，伊嘛毋是女性，伊这是伊的化名啦，伊就做伊事实上伊是上班族，伊是科技人，我甲观察，伊应该是40外50岁，伊是咱曾经几当前2016、17遐咧反紫光的时阵的骑游团的4大主将之一，应该是一个男性的教授，伊平常时是教授，是理科技界，我毋知，但是伊是科技人，自然就形成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变做咱甲称呼做氪金平台，大家若去 FB 找，就有看到迄个徐美华。伊逐日拢有发布这个 update 这个大罢免的情形。伊遐咧做啥物工课咧？伊几个月来，就自然大家要捐钱，拢甲伊讲，甲伊报告。伊就用手写起来，一笔一笔写起来。当然，这甲报告的人嘛，经过伊有去 checking 过，讲这个人是 reliable， 是可靠的。伊讲伊答应要捐2万、15000，是这个头家。科技界的老板，伊要捐7台这个 LED 的车，规个拢是伊的资料拢伊汇集，但是
钱无经过伊的手头，伊是遐霸团要爱遮个资源，要爱车，要爱机啊，要爱即个纸，吼，要爱倒啊，还是要来做办公室，拢甲伊报告。啊，伊就做一个美好的平台，伊无经过即个现金，无经过伊的手，伊遐记几啊千笔的要捐钱的人咧排队。啊，遮个霸团30几个霸团发言人，啊是即联络人，拢向伊报告，我才需要啥物，啊伊就替伊美好安尼，啊，即种自然，啊自然而然安尼形成的，这是咱台湾人，我感觉观察起来，这是咱的特质吼。哪像乱中有序，伊自然的形成，我甲称呼做伊是大把面的最佳 CEO， 啊，就没有人无人去推选，伊自然伊有迄个能力，有迄个能量，伊就自然伫迄网络上形成一个平台，啊，逐日拢4、5千人去甲按赞，吼，甚至万外人，吼。啊！伊逐日拢伫遐咧 update， 讲今日有啥物情形，啥物情形，啊有发生啥物好诶事件、歹诶事件，啊，叫做可美化，吼，啊，这是足特殊诶，我感觉伊是一个足重要诶灵魂人物啦。啊，当然，咱诶灵魂人物几啊下咧啦，拢包括即个联华诶董事长、易志荣诶董事长，即个曹新成伊嘛足支持诶啦，吼。啊，当然花莲遐有一个叶霸老师，伊嘛是当初伊是原来算讲一个发难者啦，因为即个报关期伫即个花莲已经作威作福啊，120档啊实在伤过离谱。伊即个正义的即个退休老师，84岁的女老师，伊嘛是看袂落去啊，伊嘛开始发难啦吼。啊，当然，民进党当初即个立法院咧拍袂行诶时阵，即个召集人，即个郭建明，伊嘛有发出讲大罢免来。虽然伊党内有诚侪无共款诶声音，但是即个声音一发出来，咱人民拢感应到，遮少年诶女性规个拢总出来啊！啊，因已经拼5、6个月啊，吼，这是足无简单诶吼，大家其事实上拢有工作，吼，啊，拢甲因诶时间。要徛做街头无遐简单啊！有个人会甲咱骂，有个人安尼碎念，因为我去观察几啊届，吼，啊，甚至有一寡动作，吼，一届我伫遐所过诶，即个迄广场遐咧看即个音乐机啊，一个人一路一直骂过来，爱要入去迄个玻璃门内底，佮甲迄栅栏佮甲淹倒，啊，几啊个女性啊，天龙国吼，真正无共款，几啊女性行过。面拢凹凸凸的，骂，念，啊，有诶就甲你比斗战，所以要徛到街头做志工吼，啊，真正无简单，甚至互人开喙烂，啊，甚至有诶出骹出手，就是即个杨双子诶即个太太，啊，顶礼拜伫迄款迄双河遐嘛，互人拍啦吼，所以足侪种情况，但是我感觉显示出来是咱台湾人。即个反抗的基因啦 ，DNA， 即个 DNA 是400档来拢咧执行的啦，是安怎执行？就是生存的问题已经袂忍哩啊！咱无种出来时阵，过来后一步是无命，大家拢想着讲啊，我后一代，我无爱去做迄个器官农场的即个材料啊，啊，我无爱去啊，介要互人派去，啊是讲人过来甲咱。大刀杀啦，当然过来是，若总讲来是228啦，啊228就是共产党过来228啦，佮甲你留岛不留人，真是那像在眼前啊！所以大家有迄种迄个生存的即个足强的焦虑感，所以规个拢总出来。所以这第一点就是咧顾家园，毋是男女的问题，因为连亲男一寡亲男较正派较早。正刚反共的人，因嘛走出来啊，吼，所以才会甲阮做伙啊，讲来开即个联合即个记者会，吼啊，因就是要反共，因知因得过共产党的导览过做流氓的人，因知影啥物叫做共产党啊，啊，咱即马台湾人是原来咧惊共产党啊，
所以大家拢用反共这个最大公约数来咧做目标啦，啊，这是暂时的目标。但是这个我感觉上可贵的，就是讲吼，我要讲的就是讲，这个现象转台吼，这个绕境这个现象啊，我事实上因为我行台湾路啊，已经30外冬啊啦吼，啊30外冬，因为我长期我离中正大学，我离美国读硕士、博士回来，我就转去嘉义啊吼，离中正大学教册啊，我是婚姻人，所以我细汉离啊大汉，啊15岁出外读册，到30出头岁，我搁转去遐教册，搁教30冬。所以婚家男遐是上济绕境的妈祖吼，大甲妈祖绕境，啊，搁来着白沙屯绕境，啊，无着阮婚姻馆内六帮马绕境，啊，无着北港正月15，大家就开始烧妈祖，一直拢烧错2、3个月。啊，因为我是做台湾行建国的路吼，我常在看迄个情形，拢心内就是足怨叹讲，啊，咱台湾人。安尼迄么大个疫情，哪拢伫遐咧烧妈祖，哪会无爱因来绕境来烧建国，来护台湾？啊，即个想法伫我脑头壳内已经上20冬啊啦吼，因为看到迄安尼人山人海，台湾人迄么热情啊，你来去绕境，吼，去绕境的时阵，事实上是拢免炒食的物件。路上，咱台湾人拢甲你准备好好哦，吼，食诶，你要大诶，甚至有迄款迄个医护车对咧，安尼这是台湾咧绕境啊，台湾拢是咧分享诶，分享这绕境诶情形，你真正拢免炸你诶食物还是水，规路拢有人甲你传便便，吼，啊，我迄阵就是真欣赏因即个精神，啊，即马已经即个现象。已经现在眼前，即马全台湾绕境第一届是为着顾土地、顾台湾，吼！啊，我的想法是讲，即个决策是已经搁进一大步啦，吼！啊，进一大步，大家才进步啊！一定有一天会发现讲，即个外来的即个体制，实在咱袂适应，应该有一天就会为着建国咧绕境啊！这是我。心内感觉讲啊，即届互咱感觉真安慰的一个代志吼。啊，我向大家安尼简单报告，就是讲看到大家总出来啊。当然，即个危机是足危险的，即届若无过，咱嘛是实在真烦恼啊。但是这是咱的国民运动啊，即届互咱证明讲，即个国民运动，我要讲的是讲，即个国民意志，因为经过30年的即个民主的操练。这个国民意志，咱已经操练到这个公民走出来吼，因要执行这个，要来实现因的国民意志，会当拢无靠政党的帮忙，无靠任何组织，拢是自动自愿伊形成，因迄个区迄个立法委员做恶质的，因自愿家己组织，啊，当然有一寡。较有经验的人甲因帮助，但是我要讲的是讲，无任何政党协助平台，无任何组织，无任何代理人，拢是这个公民自动自发、自动各自各就各位啊来实现这个公民意志啊，这是一个足成熟、足先进的这个公民的表现啦啊，所以我对这个。将来，即个咱台湾要行真正独立自主诶台湾家己人诶国家，即个建国诶即个目标，我感觉啊真有希望啊！以上向大家报告，多谢多谢。真多谢即个陈教授哈，陈国标教授诶，遮个分享哈。啊，迄个秘书长甲你先准备一个，看有要来回应哈。啊，我先我来讲。我的感想啦，吼，其实吼，我听你咧讲话吼，你婚姻人嘛，吼，啊，毋知是啊，互我想到我一个长期的战友，台湾同学一个长期的战友叫做陈碧秀，你毋知有捌伊无？哈，啊，恁两个人的迄种的气味吼，足阵啊相共，啊，上相共的。婚姻人。
婚姻人对嘿，出国爱去日本，啊，佮走来美国啊。啊，互我上迄个，我会感觉讲恁两个足共，就是讲吼，恁迄个建国独立的迄个意志，足尔啊坚强啦吼。啊，第二点就是讲，你拄则讲到迄个柯美华吼，是个无爱出名的人。啊，伊一直强调讲，伫即个独立建国的中间吼，咱着爱无求出名啦吼。啊，所以互我会去联想到遐吼，啊，即个分享我感觉真感动吼。啊，你有讲着讲，即马即个主要参与者拢是少年妈妈吼，啊，因感觉着讲。因的生存吼已经受到威胁啦吼，啊，毋过照我所了解吼，就讲少年爸爸吼嘛共款啦吼，啊，咱的秘书长就是有两个囡仔嘛吼，啊，一个6岁，一个4岁，我顶几工咧，还没讲我一问我等一下，你囡仔咧哭吼，啊，爱去甲照顾一下吼，啊，所以是毋是讲咱即摆请即个林一hen秘书长吼？伊是时代力量现任的秘书长啊来回应啊了后吼，咱请即个林艺夫吼，林艺夫医生吼来，伊是建国派吼啊来甲恁分享吼，啊咱若有要发言吼，咱以后拢会有机会啊，请恁先举手吼，啊先举手的咱就先轮啦吼，啊咱即摆请即个林一篇秘书长啊来回应陈教授的分享。是，其实吼，我嘛是想，陈教授讲到即个可美化嘛吼。其实即个中间，阮拄着真济即款的，就是讲伊家己会变做一个 CEO， 啊，毋管是讲是传钱、传物资啦、传人，拢会家己去甲用。可比讲，我们当讲一个案例，讲一个故事，甲大家来分享。可能大家嘛有咧注意，伫网络嘛有一个叫做 Kenny 的人 ，Kenny。伊是姓陈，啊！伫这罢免运动上开始吼，伊就是有伫网络顶悬咧集资啦，是讲好，咱即摆要来出广告车，啊，看一人要偌济，啊，都来出。啊，其实吼，伫差不多今年的2月、3月，拄我2阶段拄开始的时阵，一寡罢免区吼，乡乡之间拢有走着迄款大型的广告车，迄。毋是讲迄款的小细只迄款的哦，是讲像卡车遐尼大只，啊伊的两边拢是迄款的会当放动画迄款的，啊迄卡车一工撞起来，拢啊超过1万块。啊，但是伫真济罢免区内底，即款的车拢是即代的即个我头讲到的即个 Kenny 伊去招，啊招了后伊就随发落哦，即个区走5工，迄个区走。逐工安尼去用，啊，毋难安尼尔，啊，伊到尾啊，这大型的广告车伊会去做，啊，过来，伊搁去走去找一款车，就即摆台湾搁有一款新的3轮车，啊，伊是电动车，也是像咱迄款的一般的机车125迄款的，啊，伊是3轮的，啊，伊3轮的车的后斗会当装4面的。广告的这个看板，伊嘛真厉害。伊知影讲这个车场有这款新的车，伊就去甲问了后，伊家己先做4台。啊，尾啊，我嘛佮甲伊合作，我嘛做1台，佮用互一个罢免团体去用。啊，伊嘛是安尼哦，有够厉害，就是讲伊先去找这个车的厂商来看1台偌济，啊，佮来伊佮去改这个喇叭，啊，佮改这个灯，啊，佮改这个。看板啊，一个车等于讲伊规台车，迄毋是讲已经做好的，是爱家己去甲定，家己去甲做，爱舞1个月、2个月，伊讲伊第一摆开2个月做4台出来，啊尾啊，阮最近甲伊合作，因为伊有经验，所以阮差不多2礼拜，大概1台车创好，交互一个团体去用。所以其实即款的，阮无想要出名，因为你讲头我讲到即个。Kenny， 我嘛是拢敢若伫网络顶悬甲伊记接尔，伊咧做啥物工课，啊叫啥物名，其实我也毋知。啊，但是讲大家会信用，嘿，啊知影讲有台湾心咧做一件代志，大家都拢去甲做。啊，你可能案例甲人的故事是真济啦，所以讲其实大家咧甲看，拢会讲这罢免团体咧运作，伊的效率
甲伊的这个速度，甲伊的这款的应变能力，其实拢比一般的政党，无管讲是大党还是小党，伊的速度甲伊的弹性，拢愈好。啊，所以讲，这其实你甲想起来，这其实真恐怖。30几团，一团到尾啊，平均拢有100人、200人以上的志工伫这个团体。所以讲，其实你甲算起来，130万人来人数，啊，过来上少有3000人，甚至5000人、6000人是咧非常主动，用伊下班了后顾囡仔以外时间来舞这罢免运动。所以讲，这几啊千人会当讲是这个罢免运动中间咧甲推动上重要的人。啊，台湾有遮尔侪人，其实你毋知影伊对倒位来，但是伊拄着代志，伊就会出来。我感觉这就是讲台湾的一个公民的个性。啊嘛是讲这民主运动一代一代传落来一个物件，并好是你拢看无伊人伫倒，啊但拄着代志，伊拢会出来。这就是安尼。好，啊我简单做一个补充甲回应。感谢秘书长的回应哈。啊无咱即马请即个林业副医生来甲咱分享吼。啊，伊写即本册，我感觉真感动啦吼。你讲按这精神方面吼，啊用伊实际实例啊来看咱台湾人的精神状态啦吼。啊无，咱若较顶啊吼，有要发言的吼，啊咱就举手吼，啊咱每一个人咱来遮拢会当有机会。来发表恁的意见哈，啊无林医生你请。好啊，林秘书长吼，我是林家武，头拄仔迄个电视都甲我介绍，啊我无要讲啥，我干那要问差不多3个问题啦，啊我会足简单的问。第一，那我照伫 YouTube 顶头看起来，大部分的遮个运动者拢是查某的，啊是安怎奈查某这边较侪？这 question one。第二就是讲，我有听这个罗总统的这个戏讲吼，啊，我听的是讲，伊主要是要讲出，还是讲要呼吁咱这台湾人有一个真清楚的国家的观念，吼，啊，反正无啥好，我都无啥了解啦。第三个问题就是，这边伫东南。美国东南这个同乡会的时阵，我有听到这个基进党这个王兴焕主席，又讲即马咱台湾这个小党，本土的小党，譬如讲时代力量咯、绿党咯、社民党要联合起来，我毋知影这个联合的这个情形啥款，有那我若无听毋对，伊讲希望会当做一个讲，第三，政治力量就对啦。迄个互我有一个感想，就是讲，前较早我若看这个台湾的 news， 大家绿也好，哪也好，拢讲咱毋通互这个国民党消失去，伊都爱互伊做一个这个有力的这个在野的这个监察的这个党安尼啦。我听也是感觉足奇怪啦！讲你以这个中国的一个国民党来咧监督台湾的民进党，这个观念上有真奇怪。是毋是恁迄个 coalition 是毋是会当讲观念上讲，你要取代这个中国的国民党来变做一个真正的台湾的这个在地的党来监察？这个执政党安尼，安尼这3个问题。多谢林医生的问题，你问嘛是我要问的啦，其实第3个问题，我敢会当补充一下，就是讲，这个因的主席这个时代力量的主席来阮加州的时阵，嘛有讲到，因为讲5个小党啦，有想安尼看有咧联络，讲看会当讲联合社会做一个有这个本土意识的一个。遮个反对派安尼啦其中介先有一个叫做欧巴桑联盟这我过去照讲是因顶边选迄个得票率
其实拢第四届嘛，吼。啊，这是毋是讲有来即个林秘书长你了解先说，即个回答一下安尼吼。好，安尼 OK， 嘿，真多谢这林医师的问题。我对上尾这个问题颠倒转来讲吼。有这个小党的合作，对去年差不多4月5月就开始来讲啊，陆陆续续拢有咧谈啦。这其实讲起来，想要讲爱合作，因为讲其实台湾的小党吼，这20党以来真侪小党。其实你讲起来，你若讲是较本土派的小党。大家的大方向其实无讲差遐济，但是小党会变小党，就是定定是对一寡较小的代志会有家己的坚持啦。但是去年选举了后，其实大家拢有看到一个危机，就是你即马这过去是夸文德，即摆变做黄国昌这个民众党嘛。其实这民众党伊虽然拍着讲，伊较早嘛讲伊是小党，是第三方的这个。力量，但是其实你若讲伫台湾的政治，你来看，伊是比哪个比那个搁较无路用，搁较无这道德的标准伤害的一个政党。所以讲，但是你若互即款的政党去徛着讲一个中间，也是讲一个第三方的一个位，这其实对台湾社会真唔好。所以讲，其实大家伫去年的选后，其实这个。观念真清楚啦。第一阶段是你袂使互民众党去摕到这个第三方的这款的这个代表，你爱先甲伊竞争。当然，过来第二步，你一定爱有本土的在野党去甲民进党做正常的竞争甲合作。这国民党其实讲起来，国民党较早是 OK 在野党，你当讲大家想法。无共款，但是国民党的变化是伫伊失去党产了后，伊的钱，敢若剩2部分，一个就是对台商摕红色的，摕中国共产党的钱，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伊就是去挖伊地方的遮乌金的家族嘛。所以讲，你看讲，伫以前的国民党是无可能互步坤基即款的人来做因党团的总召嘛，这无可能，因为伊这是一个。真阿爸真土真坏的人，其实你讲伊对政治对这法案无任何的知识的水准啦。你讲这款人是会当做宗教，因为伊有钱。你若讲一个政党因行到讲只要有钱，就会当摕到权，这个政党大概就已经害了。所以讲这个代志，阮小党嘛讨论真济。第一阶段是咱伫明年的选举。会当甲民众党来竞争，民众党这你若伫黄国昌的路线了后，伊会袂讲随消失，但是伊会慢慢剩差不多5%、7%，到社会顶悬一寡要哪讲，上负面的情绪上介强烈的人会较支持尔，但是你正常的人要过生活、要过日子的人，袂去挖这款的政党。所以第一部分是小党爱来甲这民众党来竞争这个第三势力这个招牌。甲这竞争了后，国民党才是第二个，咱来去甲取代，爱甲换掉的政党。因为你看这国民党吼，你即马伊莫讲是。甲阮遮的小党，伊最近因为罢免的代志，已经互黄国昌的民众党吸甲已经特别打起来。我毋知咱遮海外的前辈有注意到无？即马伊国民党吼，每一场的反罢免的造势的活动，造势的活动，黄国昌拢是徛主位哦。黄国昌拢徛主位，每一场。所以这个现象其实真趣味，等于讲国民党伊这对去年开始咧，伫立法院为非三做，其实算是听黄国昌的建议，互黄国昌带去弄壁，讲较白是安尼。无这步坤基其实三无要创啥物代志啊？步坤基伫去年真侪法案拢是照黄国昌的建议去行，毋则行到今仔即款的地步。过来，国民党伫反罢免的时阵，
甲吴国强当做因上主要的新主牌啊来用，所以讲这国民党本身已经是拢已经稀累咧啦，所以讲这小党即摆的合作，就是目标从2026的选举，啊，甲民进党竞争，啊，过来咱来去争取做台湾本土的在野党。啊，所以讲这2026年，阮会伫选区顶悬拢会有一寡联合的选举的活动，啊嘛有一寡联合的对台湾未来这政党之间应该爱安怎发展的一款的物件。这阮差不多今年9月、10月都会正式甲社会来宣布，即马有咧规划当中，啊，这差不多已经一冬外。啊，过来头前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赖总统的这个是来讲伫台湾的反应无好，这其实有两个因素啦。第一个因素是讲伊的角色冲突，因为伊这赖总统一方面是台湾的总统嘛，但是伊另一个身份是叫做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啊，所以伊讲这个物件内底，伊当然有想要去讲到一寡鼓励讲咱国家的大方向，应该爱出来支持罢免这款的意思。但是伊在讲的这中间，就会互大家感觉讲，啊，你即马是要用总统的身份，是要用民进党党主席的身份。这第一有一个这个角色的冲突的紧张的关系。啊，第二个是讲，坦白讲，伊这届的头前的这个4讲吼，内底你讲大方向内容当然 OK， 但是伫伊一寡文句、一寡词的使用，无讲到非常的顶真啦，这嘛是有影。啊，这是安怎会安尼？因为就阮的了解是，伊这个内容吼是真少的人来决定的，甚至是讲是总统亲身来决定要安怎写，要安怎讲。啊，伊这做法就较无像讲有甲一寡真够写的幕僚啦、文旦啦、较会晓的人做伙来用。啊，所以讲，因为讲这嘛是一个要怎讲，赖总统伊的个性，伊就是感觉若是对的、对的，伊就向前。啊，但是伫政治上，伊就会出一寡失角差的部分。所以讲，这是我甲你讲两个原因，一个是角色冲突，第二个是伊这实际上咧做这个演讲的时阵，伊的准备的工课是有一寡失角差。啊，过来讲到第一个问题是讲，是安怎是女性啊男性较少？应该是讲男性嘛是有伫咧做这罢免团体的志工啊。当然，对我的观察，我有一个观察嘛会当分享互大家啦。因为我头拄有讲，遮的选区，因为伊的立委拢是选着国民党，拢是选着哪个嘛？啊，其实伫罢免运动的中间，遮的选区的男性，过去若是有参加政治活动的人。其实伊一开始伊袂感觉这罢免有可能啊，因为伊若是一个亲爱的选区，可比讲伊伫台北市，伊伫这大安，伊伫文山，伊若是讲有一个政治经验的人，伊会想讲啊，你要罢免这什么罗志强，这哪有可能？啊，颠倒是讲遮的女性、遮的妈妈，过去较无即款的政治活动的经验，伊其实无想遐济啊，伊感觉讲哦，这代志。袂做哩，我要来做，所以伊一开始其实无遐尼济的分析，也是讲有可能无，伊遮个问题无想遐济，所以我咧观察一开始冲出来的人，拢无咧管有可能无可能，嘿，这是一个真特殊的状况，但是伫每一区几乎拢有这个现象，就是上开始来组织来冲伫头前的人。拢是第一摆参加政治活动，所以讲伊无遐尼济政治上的一寡计算也好、分析也好、评估，伊其实无遐济。啊，拄啊遮的人，就是遮咱头拄我讲的，伊算是这太阳花世代，迄个时阵有受到影响，但是伊的影响嘛，敢若讲是我平常时可能会小可关心，但是我嘅关心也无甲讲我会变做行动。啊，拄啊，即届是因为这暴君期甲吴国昌才互因遮的人冲出来，
因遮冲出来是无咧想较济啦，都拼落啊。所以讲，拄开始你若是即个团体内底女性的妈妈会较济，过来因为这人拢有人的家己的朋友甲家己的网络嘛，所以伊若是女性妈妈，伊就会女性的妈妈，就愈有愈大。所以讲，每一个罢免团体，你即摆来讲，因的职工内底确实女性拢是比男性较济，即个拄开始的人的即个组成有真大的关系。这是我的一个观察，甲大家报告。多谢。林秘书，你敢有要啥物 follow up？ 无，我互别人。我补充一个会使无？好。我补充一个吼。请。就是讲吼，拄仔讲是安怎是女性吼，我感觉这是会当安尼讲啦，这是一种生存的本能啦，这是用因的 intuition， 因的直觉啦，直觉已经感应着，吼，伊毋是用伊的理性去分析，伊毋是政治人，伊嘛毋是一般咧关心政治的人。但是这是一种生存的本能啦，生存的本能啦，咱的 intuition，伊用伊的直觉，伊已经感应到这个危机是足严重的，咱若无去甲伊挽回，行迄效果是不堪设想。上大的这个角是里底，就是认同的问题，伊这中国国民党、民众党，因即马的认同，毋是咱台湾认同，毋是咱台湾的土地，咱已经足明显看出伊是认同即个中国，所以咱会当讲，即届咧拼的嘛是共款是台湾认同咧对抗即个中国认同啦，这是上严重的，咱土地上即几十年来。想要靠民主来解决，结果解决袂好势，到即马已经哪像行到真崩，就是要弄壁的行安尼。这就是因为中国伊是外来，所以咱会当搁解说讲，这是咱台湾本土在地的人的即个本土心，足直接咧对抗即个外来政权啦。伊即个系统是外来，甲即马即个宪法叫做一中宪法，因这个人要叫伊改变，这样式的无可能改变。伊甚至伊毋肯认同咱的土地，毋肯落地生根，伊想要甲咱打包，要甲咱卖掉。这妈妈女性母性，迄足强的一种感觉，就是讲，安尼搁落去会害会死所以大家拢已经无顾一切装出来，这是足直觉，伊毋是靠伊的理性分析，伊是伊直觉的生存的本能。上大的问题是一个中国认同甲即个台湾认同，现在搁咧强碰，强碰啥人较赢？当然嘛是台湾咱台湾人本土人。顺的这台湾人，这是1949照遐中国人造出来搁再讲，你讲强在讲台湾是为中国来，这拢是已经了解是假造的历史迄长山过台湾什么客家人闽南人，拢是假造咧，甲咱洗脑，就是为着要甲咱洗脑做中国人，讲互做祖先为遐来。咱即马已经开放这年30-40年来，所有的资料拢已经甲咱显出来。真侪中国人，上侪中国人来是1949这个难民这个难民伊毋肯认同，伊要甲咱做伊的政治红利，要甲咱卖互中国共产党。即马立法院要甲你舞做咱是内战的即个架构，搁甲你甲你剁骹剁手，你的预算无要互你去做你的这个潜水舰无要互你做国防的预防
规个互你拢白骹白手，啊，长骹长手，社会袂胖你，要互你变做安尼，啊，互做来用，啊，互中国共产党要甲引入啊。所以因事实上已经毋是台湾的人，伊是内部的敌人啦，因是屠城的木马已经藏伫遐，啊咧大作乱啦，吼啊，所以妈妈是靠生存的本能，靠伊的直觉走出来，所以是安那拢是女性，佫拢是少年妈妈，吼啊，若较侪岁的妈妈，当然伊较早受的教育，足侪拢也是足难的，因为伊家己若无过继续精进啊，求进步来了解台湾历史，大部分拢是吼，伊的脑袋就已经离迄个可能大学毕业，还是伊去就业，就是拢迄脑袋拢是蓝色的，甲伊造就，甲伊洗脑过，伊就是发出来是已经净空空伫遐，所以迄较年长的妈妈其实是应该是较。让都会区拢是较蓝色倾向的，啊，少年妈妈伊是伫即个民主化以后，吼，伊即个受到即民主的即个培养，吼，即个环境的即个浇灌，伊带出来，伊画出来的样式是无共款的，所以这嘛是即民主化，因为安尼有即个转化，吼，啊，即个人伊当然是足深来认同台湾，但是即个认同台湾但无够真彻底，可能伊阁认为台湾人是有国家，即个国家叫做中华民国，啊，这就是爱阁需要一寡时间，哦，伊若阁碰到一改壁，可能就感觉讲即个是维持袂落的一个系统，哦，啊，这是我要补充，就是第一，就是中国认同甲台湾认同，即马是咧强迫。啊，咱当然是咱的台湾的本土性，要甲伊即个外来的即个政权，吼，要甲咱出卖即个外国认同的、中国认同的，要甲驱逐，要甲扫掉，吼。啊，所以这是强迫认同的强迫，啊，即个认同的强迫，会一届一届强迫，即届是强迫，啊，若即关过，啊，搁有后一届，当然即个系统若无变调，原在啊，搁有后一届。但是即届，吼，咱伫迄记者会咧开会时阵，已经听到深蓝咧讲，深蓝讲咱拢是即块土地的台湾人，即种话我有听到啊。虽然有诶还阁并出讲要做中华儿女，迄闽南人有安尼讲，啊，话讲咧孙中山、蒋经国、蒋中正拢走出来，拢做假咱诶耳。但是我嘛有听到因讲，咱就是要做台湾人啊。吼啊！但是伊个人是少数，伊超200多万人尔，啊，咱个人超要活2000人，啊，但是安尼你要用中华民国台湾要甲呼咧、夹咧，安尼敢真是中华民国真是徛会条吗？所以我会当来讲一句话，较坦白的话，是安怎？赖总统伊讲袂落去，伊要徛伫中华民国的立场，当然就讲袂落去呀。伊甲咱的土地是有冲突的啊！迄个系统，伊要照迄个系统行，无可能离咱的土地执行啊！这就是即个冲突，伊是安那讲就讲袂落去啦。就是伊叫做中华民国啊！啊，即个台湾，即摆硬要浮出来啊！啊，咱的人较济啊，咱要甲对抗啊！这我是要讲即个较大的架构的问题啦。当然。大家咧处理拢是一点啊一点啊，一届一届咧进步啦，毋是讲一步到位啦。啊，因为这决策嘛无可能，大家拢有才啦做到，还是讲伊无伫遐一世人，伊就是无可能改变。啊，这人咱只要就是甲伊放弃，但是就是像医师讲的，伊对斯德哥尔摩症，遐较年长的女性可能有受教育，拢是斯德哥尔摩症啊，吼。伊若伫社会有地位，当然伊以早受的教育拢是国民党的教育，就是即个问题吼，毋是较开放自由的教育啊，所以这有足侪赞助，有社会因素，嘛有政治因素啊，是安那伊要叫即个国民党袂使消失，伫遐一直安尼轮替啊，伊就是一个中国性伫遐，中华民国啊，因要扶持做伙安尼。
中华民国要徛到遐，啊徛到遐，咱台湾人敢挡会牢？伊徛到遐要甲咱拖入去内战，啊，咱甲因是无相干的，咱是无辜的第三者。咱自1945到即马，已经互因安尼糟蹋80吨啊，啊敢无够？吼，已经因200多万人来遮，100啊来遮。吃香喝辣，难民变贵族，安尼到即马，伊感觉伊行无落去，要甲你卖掉。啊，因的人敢有可能住台湾？无啊，因的人拢伫美国已经有资产啊，伫澳洲、伫加拿大有资产啊，因无可能留到台湾，因是要甲你卖啊。前2天，迄王宏伟才讲台湾是一个城市啊，是安那伊毋敢讲出来，伊毋敢讲国家，啊，事实上嘛毋是国家，但是嘛毋是城市。啊，咱就知影伊诶心内偌矛盾，伊就是要甲咱摕来做工具尔。啊，咱台湾人遮徛做诶人，咱就是要争取做人诶尊严尔。所以这上大诶就是认同诶问题，即个冲突。啊，过来大总统伊讲无落去，伊嘛爱想看觅，这是安那叫做中华民国台湾？世界敢有即个国家？啊，敢有在行落去？哦，以上我诶报告，多谢。多谢迄个陈教授诶分享啦吼，伊拄则是咧讲即个是安怎较会女性，即个较大部分拢女性徛出来吼，啊，伊是为即个女性诶本能吼，感觉讲哇，咱即马生存已经受威胁，啊，徛伫讲要保护囡仔迄个力量行出来吼，啊嘛感觉讲即个民主诶定数吼，已经无法度通来保护台湾诶即个生存啦吼。啊，拄则即个林秘书长伊是咧主张讲，现在较女性会行出来，就是讲因较早比较和男性比较起来，因较早较无去参与着遮个政治的运作，所以因较无计算，啊无见你感觉这需要做，啊就装落去做，啊等到过去有参与政治的感觉啊，这罢免无可能，啊所以安尼算伤济，煞毋敢出骹出手，啊所以这是即个女性的即个参与较大的原因啦吼，啊，较顶下我有看到迄个 Josephine 吼，啊有入来吼，啊，伊是迄个美国台湾人联合基金会的会长，啊，即边即个时代力量来南加州吼，啊有举办即个3场的即个募款餐会吼，啊，因为是伊咧 handle 啦吼，啊，所以较顶下请Josephine 你准备一下吼，啊，你敢会当？甲即3场，你听到遮个即咱南加州遮关心台湾政治的朋友吼，安尼小转发一下吼。啊，即马咱请即个林秘书长吼，啊，你敢有啥物要回应一下？安尼吼。安尼是迄个Joseph要先讲。啊，你先讲，你先讲，我互伊有迄个时间小头壳小准备一下。好，安尼就是嘛，真感谢大家有较多即个陈教授的即个补充啦。啊，我嘛甲大家过来讲一寡，其实阮对这几下小党吼，对6月中就开无共款的区来做一寡罢免的活动，所以阮6月中就去花莲去2天，啊，过来是7月初伫台北。啊，顶礼拜阮是去台中，啊，拢是遮的小党，大家拢来出人，差不多一团拢一届拢出遮的党合起来拢有20-30个人，啊，所以讲阮已经做3场，啊，过来是8月应该会到新竹过来做最后的一场安尼嘿，就是讲其实我嘛是用阮有法度的方式来去支持遮的公民，啊，嘛来支持遮的运动啊，来斗3天啊，这嘛足趣味的是讲，毋单讲时代力量啦，就是讲其他遮的小党，拢有真侪的时间来投入这罢免运动啊。对啊，头拄有一个袂记哩，甲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欧巴桑联盟，嘿，这嘛甲大家介绍这个。即马这几个小党是台湾基进，大家较有知影。啊，还有一个是绿党。台湾绿党啊，这绿党就是 Green Party， 这算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
绿党的体系啊，台湾嘛有一个，嘿，这是绿党。啊，这个欧巴桑联盟，大家看毋捌听过，其实因上早因是一个体制外吼，就是咱的体制外的一个教育团体，因上早叫做亲子共学，嘿，意思就是讲，一寡无要参加学校的咱即款体制来教育的家长，因家己组成一个团体，啊，大家互相来安排来上课，啊，遮的家长大家来负责。可比讲，今仔日我负责一个课，啊，明仔换伊，啊，因组成一个叫做共学团啊，共学团，共学就是讲遮的家庭甲遮的囡仔，大家互相来教育，啊，来学习。啊，所以讲，这欧巴桑联盟上早是对这个亲子共学这个体系出来，啊，慢慢仔才行就讲是毋是要组织变做一个政党，啊，要来参与选举。啊，所以讲，因为这个原因，因内底的人差不多8成到9成拢是女性的妈妈，啊，因嘛伫即届的罢免运动，也是进前的即款活动，嘛拢真主动咧投入，嘿，啊，所以讲顶年的选举，因就是摕到的票，是第5悬的政党票，啊嘛，互大家讲，常常去注意着。啊，其实因已经伫台湾参与选举，是对2018、2018、2022到2024 3届的选举，伊这欧巴桑联盟嘛拢有参加，嘿，啊，伊即摆嘛是这个小党的这个合作的党之一，安尼。以上做一个补充。多谢迄个秘书长的补充哈。较顶下了，我要叫选讲了，我甲你问一个问题啦，啊，先互你准备一下啦，哈。你拄则有讲即个罢免哈的成绩可能无咱所想的遐尔乐观啦，哈。啊，这原因是虾米款？啊，你还有一礼拜，啊，要安怎讲？互即个安尼无啥乐观的情形哈？会当拼出一个好成绩哈。假使若是讲即个罢免失败啦吼，来讲一般人就是讲6色以下啦吼。安尼的心，咱台湾会面对啥物款的上歹的情形安尼吼。好，安尼无，咱即摆就请即个 Josephine 哈，来甲大家分享。Good morning， 大家早早，我是潘菊惠潘菊惠吼，我是新竹的客家人啦吼。所以我会好乐聊聊啊，我比这个逸轩要差足济吼，我就 surprise 啊，我第一届跟林逸轩面对面，啊，不过我对伊的名就识个，阮囝叫做陈逸轩啦，无共字嘛，不过嘛是逸轩安尼，多谢你的帮忙吼，我咧筹备这个婉瑜来洛杉矶的中吼，啊，个婉瑜出版以后，拢是逸轩甲我咧 interact， 我感觉伊就稳重吼。无就有经验，无想着讲伊遐少年安尼30出头，啊个好多话个讲了安尼足巧诶。啊，我的感想吼，因为我差不多7点半的时阵礼拜，我就听到陈教授的迄个 statement 吼，后来再甲听到逸轩咧讲诶。我感觉少年人，咱即马台湾少年人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天然毒啦，所以因较无迄个包袱，吼。所以我感觉因要徛出来要讲，咱是中国人本地都较无迄个问题。问题上大拢是阮即辈啦，阮就细汉就是互你教讲你爱堂堂正正中国人啊，大家拢足认真诶，拢足乖，爱好好啊读册，安尼就做一个好诶中国人。啊，除非你家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啊，咱头摆诶教育是无即种没有这样子的教育方法，你都爱乖乖，你都爱听话。这安尼才是好学生、好小孩，所以你大部分教出来拢是安尼。我感觉问题较大诶，拢是咱即辈。即摆少年人，我感觉尤其台湾诶少年人，即届会使安尼，我感觉甲这有真大诶关系吼。啊，个大家咧讲讨论即个妈妈，查某囡仔较侪，我相信有一半是因为可能妈妈较侪咧无上班啦。所以因的时间来讲，较好家己来调配。啊，个就是女性出头啊。现在的女性比较敢发声啦，
头摆的查某人拢比较有被压抑的感觉。我是安尼咧看，这是我的看法啦。啊，我即马要转来讲婉瑜来洛杉矶这届吼，婉瑜差不多我4月时阵咧台北啊，婉瑜都找我甲婉瑜过去同月2天吼，有见过几啊摆面，啊，阁有斗阵食饭啊。我就想讲要甲伊对较有了解安尼，因为我一路来我有较支持时代力量，毋过我无甲黄国昌接触，我时代力量我接触上侪应该是邱显智邱显智甲陈伟霆即摆嘛敢若较无遐 active 安尼啦，所以显智一直是我甲时代力量的一个 contact。后来婉瑜甲我联络，就讲伊要来洛杉矶，所以迄当阵我直接的感觉是时代力量和黄国昌补一个安尼，以后有相当的困难度，我嘛知，所以我有甲讲啊，过去 weekday 伊来的时阵是拜一暗，啊拜四要离开，所以拢是 weekday。啊，你知影阮洛杉矶是大站嘛，啥物人拢要来。阮过去的3个月，毋知偌济场的餐会，舞甲大家安尼强要翘起，侨务委员又要来，侨务副委员长又要来，啊，啥物议员要来，啥物议员要来，要募款餐会，所以阮已经安尼舞甲头壳拢足疼，我家己阁要甲塌咯，讲我遮嘛有场安尼啦，所以我目标我一开始我就讲我囥咧募款。不是公开演讲哈，我看用比较私人的关系找人，我们感觉时代力量今嘛也很需要钱呐，不输那个你需要的支持这样子，所以呢，伊本来是讲拜二才要搞，本来讲咧拜一暗时要搞，结果伊提早1天来，所以我就另外爱加一场。当然，我上好的朋友 Simon 哈。亮讲当然，我都甲打电话，我都甲讲，会使办一场在恁厝里。那Simon as usual 足巧的，阮迄天去因兜，伊有40个人，因教会人嘛真侪人，very warm and very nice gathering。啊，婉瑜嘛足欢喜的嘛，足感动的安尼，迄是第1场吼，第2场就是咧阮兜。啊，我迄当阵就是安排11点到4点，因为阮兜较山边啦，所以你若暗时啊来，老伙仔人拢无要出门啦。啊，你时啊少年人嘛无可能来，拢爱上班嘛。啊，坦白讲啦，会出钱的拢是老伙仔，所以我迄天伫阮厝里嘛来30个人安尼啦吼。啊。再来就是第3场吼，礼拜4迄天咧长辈会，迄是唯一一场公开对外有公开的。啊嘛共款，因为婉瑜伊是4点的飞机，所以阮1点半一定爱送伊走，所以嘛是11点到7点半这个时间安尼。所以基本上来讲，咱的时间拢毋是讲足 ideal， 就适合办活动的时间。毋过咱安尼加起嘛有100外个人安尼，当然我感觉讲阮赚到的钱 maybe not as much as I wanted， 毋过我感觉这应该是甲迄当阵蔡英文咧讲的，你这个募款的目的，一方面当然是钱，一方面就是你的心啦，好，你要的是大家对你的 support， 我感觉婉瑜这点。以后大概印象是足好的，就是讲伊足 sincere， 毋是来遮阮画画的，讲台湾 No.1 安怎，就是就好啊。伊是一个足有心的妈妈，足有心的政治人物啦，吼。啊，我希望呢，时代力量历经安尼遐济波折以后，在婉瑜这下面会互大家另外一个无共款的印象啦，吼。啊，我感觉有的人，我家己在邀请朋友的时阵，我嘛是
去拄着这个问题啦。大家讲，时代力量我一点都不欣赏啦，因为讲什么话，邱显智佫讲什么，什么人佫讲什么，啊，你看黄国昌什么，我讲黄国昌是上无意思的，伊就走啊嘛吼。我讲我时代力量本身来讲，讲啥哪因遐这问题？我讲这对我来讲，我一路来我咧看，就是讲，因就是敢讲家己意见的一个团体，因就是较少年嘛。跟他teenager嘛，你teenager的囡仔就是问题很多啊。不过你的囡仔敢100%拢听你的。咱这代的人较惯势讲，哦，爸爸妈妈讲啥你就爱听啥。因即摆少年人毋是安尼啊，你爸爸妈妈讲啥，伊会使讲，我甲你无共，我有反对的意见。啊，咱较惯势讲爱听讲，我的朋友的意思是讲，因拢反对民进党，拢安怎。I think that's okay。你无需要100%去听民进党的。咱做建国运动爱看的是共同点，不是一直去看不同点，对不？咱的共识是把台湾变得更好，把台湾变成台湾共和国，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啊，你莫去讲东讲西，讲什么一个反对民进党，第二个反对民进党嘿，我虽然支持民进党，不过我嘛不是100%什么拢100%的 agree。所以我感觉咱咧做这个运动的时阵，爱看的就是大方向了，跟这一次大罢免是一样的，是不是？咱看共识点，你才有办法把迄个力量吼，规个拢吸起来。啊，我感觉咱台湾国的建国，其实我自己蛮看好的，水到渠成了。咱无可能讲咱牙机啊牙齿讲，甲头摆赶快讲咱革命一个安尼就建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国际的力量会甲咱斗相共，水到渠成。啊，迄拢是咱大家的希望。啊，我感谢 Simon 和我这个机会。啊，逸轩，很高兴在这里看到你。你讲话的时阵，拢安尼笑面是非常好的 speaker。I like it， 多谢。感谢阮会长哈，因为当新会长啦哈，今年7月1开始回国啦，拍摄。啊，感谢你的安排啦。我是感觉迄天吼，我实在是对时代力量我完全无印象啦，吼。啊，我就想讲啊，既然你咧招啊吼，一定是好啦，吼啊，所以我就无甲你负责就冒落来安尼啦。啊，迄天我实在是小可会使讲去哦，换你小可感动着。我感觉伊种人啊，吼，算讲伫即个一寡即个议题啦，吼，比如讲照顾囡仔吼，啊，讲你台湾的即摆儿童的即个物件吼，遐诚歹精神吼，会当。我互感动着啦，安尼一个遮受苦的人，会当安尼个行出来，吼，较个安尼贡献伊的才能，吼，这点我实在互感动。啊，无咱后来个逸轩吼，逸轩，来，你来讲吼。好，我来回应他多啊这个问题吼。他都我有伫咱这通话讯息打一个新闻啦。这今仔日才出来，他拄仔出来一个新闻，台湾时间8点外尔。啊，其实伊内底的看法，甲我头拄仔讲的，其实差不多，大家当参考。伊这新闻的标题，我甲压一个叫做“救灾不如意”，啊，这普发现金未定调，啊，这读书会对干危机，啊，这府院评出包大罢免有兵报。我特别讲内底一个代志，这大家可能也无注意到，咱8月23有这个河山演艺的公投嘛，大家知影这个代志。啊，这公投拢有一个叫做正方甲所谓的反方，嘿，啊，这公投的正方派5个人出来辩论啦，啊，当然内底有吴国昌，啊，有国民党的汪小玲，但是内底阁有一个叫做童子贤。这个和硕的这个头家嘛，啊，但是这个童子贤佫是虾米呢？佫是赖总统的这个气候变迁委员会的副召集人哦。啊，所以等于讲是赖总统伊用的人，包括这个童子贤，
竟然走去做这个河山公投的正方，还是民众党甲招的，伊嘛答应，这是第一。啊，第二个是讲，昨这个反方的吼，照讲是行政院这边爱派反方的代表来甲这立法院民众党这边的正方来做辩论嘛。结果经济部伫这个郭志辉的部长竟然讲，经济部对这个公投无反对意见，无要派人。这个消息昨出来了，不管是民进党的党内，还是外口讲遮支持咱这非核家园的人，拢感觉这毋知咧创啊。啊，到则向骂了后，行政院则紧急讲会派2个出来做这个公投的反方的这个辩论的人。啊，这详细内容大家会当看我打伫这个咱这个 Google Meet 通话中的讯息。啊，伊这内底其实讲到几啊件代志，就是这个河山公投当然是上紧的。啊，过来另外一个最近的代志，我头拄仔无讲到的，就是这个国民党甲民众党立法讲要分现金1人1万这件代志。啊，这个代志吼，其实应该是安尼讲，阮时代力量一向拢反对分现金这款物件啦。阮感觉讲这国家的资源，你有资源应该摕去行销啦，是讲一寡社会福利有欠的，啊，什么物件爱补的爱去补。啊，但是即届民进党当然嘛是反对讲分1万，啊，但是伊出啥物问题呢？伊一开始就讲，这我可能无法度分咯。啊，尾啊，大家问讲，哈，啊，你真正无爱分吗？伊讲无啦，阮搁咧考虑，搁咧想看卖。啊，等于讲你这卖也是无讲互清楚，伊这会互台湾的人民感觉讲，啊，你即马到底是真正反对这哪会买讲要分1万，还是讲你是直直反伊反对啊？事实你嘛是无法度，嘛是爱分钱。啊，这其实会对讲较支持民进党，还是讲去反对这在野党乌白母的人，感觉讲你即马这政府你爱方向爱了解。啊，所以讲即马就是这几件的代志，头拄讲到的这个河山，啊，过来这个分现金分1万。啊，搁我头拄仔讲到的风台的部分，啊，搁有这个台湾的师范大学这个抽花的代志，这几项代志其实拢会反映到一个状况咧，互大家感觉讲，这个民进党的政府，你即马是举一个正义的旗，要来罢免这无正常的国会内底的在野党的地位。啊，这个旗，这是一个正当性甲这个道德的要求足悬的旗。啊，你若讲家己的表现开始有出一寡状况，伊自然会去影响到这罢免的投票，而且是中间的选民的一寡的看法。因为我家己的体感啦，我家己身边的朋友，我发现这1-2个礼拜，有一寡伊绝对是本土派嘛，算过去拢是算绿的人，伊会甲我讲，伊嘛感觉这罢免伊无啥想要转，对，啊，这就是一个危机啦。这阮身躯边的朋友，阮家己伫社会咧走跳咧甲看，这最近因为这社会出真侪代志，大家对这罢免的看法有产生一寡动摇甲变化，这是有的。啊，过来你头拄仔这个有问到讲，安尼咱上尾会当做啥物？其实即摆吼，所有的选区罢免团体，拢无法度讲过去讲道理，还是讲要讲议题，这拢足困难的。因即摆拢咧创啊，因即摆拢咧做扫街啦，啊，拢是一户一户去扫，啊，拢伫街仔路举旗啊、举牌啊来做这扫街的工作。因为这就甲咱所有咧选举的时阵，到上尾啊时阵，其实你讲议题，大概拢足困难的，因为大家吼已经无啥个想要个听遮个道理，大概是咧拼讲啊。我甲我同款想法的人，有偌济人愿意出来转票啊！所以讲，即摆罢免团体咧拼的，拢是拼这街头巷尾即款的陆，伫这上陆军的陆战咧拼，即摆是安尼。啊，其实会当会去影响的，我感觉是讲，其实
社会顶悬啦，尤其是咧大总统过来要搁讲这团结的10讲，因为依照伊的个性，伊应该会搁讲，因为伊这人个性足直的嘛。伊感觉讲，伊感觉伊要讲这个物件，伊的出发点若无毋对，伊就应该甲讲好了，伊会讲。啊，但是伊这讲，若会当讲，甲规个状况准备了较好，应该是有一寡的帮助啦。啊，过来，阁有一个变数。就是后礼拜台湾是毋是会有风台？啊，这即马的气象预报，佫毋是讲真清楚，但是若可能有，嘛会伫罢免进行1工2工，所以讲有当时啊，这个天气吼，这自然的因素嘛，真歹讲，嘿，所以讲即马就是以阮来讲，我嘛是有2工，就是会当去行路啦，还是去扫街安尼。即马逐个做的拢是即件代志，啊，你看到。这拿的这边，因就是拢一直来叫这个游览车来做这个造势暗会嘛，所以这尾啊拢是像咱一般的选举，拢咧拼人的场啦，嘿。多谢。啊，若讲罢免安尼吼，效果真歹吼，啊，台湾会面对啥物款的冲击？这其实会当讲一下，因为这个物件我会看是，我会感觉讲，吴国昌甲吴坤其拢是一个报复心真重的人，尤其是吴国昌。吴国昌伊即摆咧伫看伊咧做的法案吼，已经无咧考虑讲这实际上的效果是好还是歹。伊要用的就是讲要互你民进党歹看。啊，互你民进党闹气，伊这是伊做即摆政治每一个动作，伊唯一的目标甲唯一的想法都是安尼。所以讲，你若讲这个结果毋是讲介好，其实你马上会看到一个物件，因为即摆2026年的总预算，即摆中央政府甲地方政府拢咧编明年度的预算嘛。啊，所以这真紧哦，因为即摆这立法院即摆是8月嘛，7月。过来8月、9月、9月、10月就会开始审查这总预算啦。啊，这其实你若讲罢免结果不如预期，其实今年这每年的总预算的审查有可能会比咱今年初看到的搁较害。啊，过来第二个可能搁较严重的是讲，今年吼，因为有这个罢免运动，伊这若被有提一寡较争议性的法案，而且是甲咱的国安，还是讲咱要防止中国来台湾的一寡物件，即款的法案，因拢有提，但是因为即摆咧大罢免，应该这法案暂且拢甲按下啦。啊，但是这个物件，你若讲这罢免了后，伊感觉讲啊，这主要的民意嘛是支持我，伊即款真正会较伤害台湾的法案，其实是有可能会提出来。啊，这其实对汪小玲最近的一寡讲话，伊就有即款的意思咧讲，意思是讲啊，反正阮若即关阮若过，你过来你就知，嘿，大概的意思是安尼。啊，但是这嘛是大家嘛无必要讲伤悲观，伊即马就是讲，你这第一批是726嘛。啊，第二批是823，啊，伊这其实是安尼啦。你若讲第一批无像大家想的较好，其实第二批无的确见到大家会有一个危机意识会出来。这台湾的选民吼，足趣味的。台湾的选民是一个真，伊会去做平衡。咱的伫选举的讲叫做钟摆效应嘛。所以伊这726甲823其实嘛是一个小钟摆。你若讲726足好诶。啊，迄823迄7个拢100%安全，嘿，一定是安尼。你若讲726超过10%，823迄7个拢安全。啊，你若讲726敢若40、50、60，啊，其实823迄7个颠倒变较危险。啊，所以讲其实大家嘛毋免伤烦恼，阮来想来讲，这其实无人会当去。知影讲到尾啊会安怎？啊，就是照起工做啦，啊，相信台湾人民啦，阮来看就是安尼。多谢。
一片吼，遮尔呐，安尼冷静啦吼。虽然讲到遮安尼诚危急的代志啊，所以拢一条一条甲大家问个问题，安尼分析甲诚清楚吼。啊，我知影你遐嘛真暗嘛吼嘛，爱互你赶紧去休困啦吼。啊，毋过吼，最后一个问题啦吼，咱若有要发最后一个问题，安尼好无吼？了，咱就来结束安尼。安尼看法，大家真有听心啦，哈，好，啊，无咱今仔日咱就到遮为止，哈，啊，咱大家来甲即个林秘书长，咱来甲拍扑克一下，哈，啊，照你安尼，我看你今仔日安尼身躯吼，可能安尼有较卫生的款，啊嘛是安尼含阮咧讲吼，啊，真感谢你安尼吼，好，拜拜。拜拜，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大麻变大成功啊！好，大家平安，大家健健拜拜。 Good night，多谢，拜拜，拜拜，拜拜，多谢，拜拜，多谢，多谢，多謝，蛋糕收，多谢，蛋糕收，多谢多谢蛋糕，Jason，收，多谢，谢谢，多谢。蛋糕收吼，你安尼讲啊，真嘿，真赞，确实有恁即个军人人的气魄啦。好，多谢，好，多谢，这个林秘书长啊，真欢喜啊，熟悉你。好，谢谢蛋糕收，大家晚安，拜拜。晚安。秘书长，多谢，好，啊，邓先生，好，日安 ，Good day，好，拜拜，拜拜，Good night。